把这个工程师的图片摕来加工，而这个检察官的面披上着这个血液，搁来写名字、名姓，这个恐吓文字的是台中北屯一对男女朋友，因是买卖厝的中介，因已经承认是因做的，讲是对政府的政策不满，讲因甲迄个工程师并无熟悉，迄对男女朋友嘛已经向移送法办。11位北检检察官名、相片拢有各方喷血。这款恐怖的图伫网络呢，互人传来传去。制作者是因昨暝11点外，两个人伫台中市北屯区徛街，互人掠着，今日中昼移送北检放信。差不多41岁，这对情侣，这个查甫的评论是比做中人卖厝，这个查某的无头路，讲是因为对政府的政策不满，做这个图小偷情书，承认犯罪。不过因表示讲，甲姓第一工程师无熟悉，干那用伊的图加工尔，涉嫌恐吓等罪被移送。比对两张图，原说发文者姓第一工程师标题写爱记因的名甲面。公开侦办经发生案件检察官的团队相片甲名，经理当时加工做图，将标题改做红字，并且写名字名姓。恐吓性的文字，佫有真济回，这恐惊已经犯法啦。本件是不是构成恐吓为安罪？关键在于判断记住他们或者是命债命偿这样的表述是不是有讹害通知的效果。如果从客观来看，一般人都会觉得这种用词有讹害通知效果的话，那就有可能成立恐吓为安罪。这对证人同讲，做这个图是因为个人的不满，不过因无敢有其他的人伫间指示检警将会继续追查，袂当互这款恶意的行为影响检调的办案。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